很多人首度见面的时候，第一句话会问说：“哎，您贵姓啊？从哪儿来？”但很少人知道自己的姓氏起源。就为了帮客家寻根，男装作家邱振森花了3年的时间，完成了台湾客家姓氏探源的书籍。148个姓氏，有148个故事。这个是德庆堂啊，它是严姓家族的。走遍客家祠堂，每个堂号跟姓氏的起源，邱振森都能如数家珍，非常熟悉。像是元氏德庆堂有哪些历史典故，他都能娓娓道来。严姓的脚义工在饶平那边创建的德庆堂，然后那个移民到台湾来。为了让大家了解客家的姓氏打哪儿来，他花了3年编撰了《台湾客家姓氏探源》这本书。对，请问你贵姓啊？你住哪里啊？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姓怎么来的。就小时候就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说，哎，我长大以后看有没有办法说把这个姓氏的那个来源啊找出来。67岁的邱振森花了很多的功夫编修，他走访各地的客家宗祠，向耆老请益。跟你就走一查讲，这个广东省、六合镇、河口村、太同村，研究各姓氏的历史背景，也搜集族谱。客家先民流离迁徙很辛苦，所以追本溯源的过程相当繁杂。但邱振森秉持客家应景精神，帮客家人寻根。这个书印出来，好像有一点成就感，好像对后代子孙有个交代了。对。经过2年的田野调查，想要找出客家姓氏的渊源，不过过程非常困难，所以各大文献、史书、史籍都是他的资料库。每个姓的它的来源呢，我们把它资料把它找出来。循着4库全书访查资料，他完成了台湾第1本关于客家姓氏的专书。像上官啊、欧阳啊、那个范江啊，那加起来就148姓。邱振森从事出版业30多年，出版过许多客家诗集，还有文学等书。接下来他还要帮客家庄写乡志，他竭尽所能要保留客家历史文化。树高千丈不离根，客家庄的堂号、客家人的姓氏，追本溯源，是先民筚路蓝缕的足迹，是祖先辗转迁徙的里程，化为书中千万字，不忘感动时刻。